马上就好。我来试试。哎，行了，别给我们添乱了。我哎呀，行了吧你？你这样揉，灾民到晚上都吃不着。哪有你这样揉面的？那是这样揉，这样揉的，不是这样揉。看着我弄啊！这粥马上这个馒头的大小啊，你得弄得均匀一些，要不然到时候灾民饿急了眼，就会睁大显小，知道吗？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得了，慢点了。大家来排队了，吃粥拿馒头啦！每人一个馒头，一碗粥。别急啊，来这边拿馒头，排队啦！来，你拿啊，拿好，拿着小心烫，小心点啊，拿着。每个人都有份儿啊，不要急。来，拿好，给，来，慢点。给你，看看。来，拿好，拿馒头。老太太，怎么样？人已经没了。大嫂，快喝点粥。大嫂，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？是不是饿了？你快喂他喝点奶吧。哪里还有奶？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。不哭了，你爹跟哥哥姐姐们都已经饿死了，要不了多久，说不定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。大嫂，来，把孩子给我，我帮你哄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来，给我。好。哎呦，哦，乖，不哭了啊。谢谢小哥了。大嫂，粥太烫了，先吃个馒头吧。乖啊，别哭了。
追赶了，上面有人。交钱吧。哎，拿下！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，就是您的眼泪啊！说实话，朕自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轰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。让管家找个奶娘，好好把她养着，好好把她抚养成人。所需用度，我会派人一一送过来。钦差大人真是心善。这孩子虽然父母双亡，很是不幸，但能遇到钦差大人，也是他的福分。奴婢一定好好照料这个孩子。这索大人还得有10日才能把兵给调回来，每迟上1日，不知道饿死多少人，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了。据我打探的消息，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灾民涌进太原城，每天都要饿死好几10个。官府来不及掩埋尸体，只能把尸体集中到城外，一把火烧了。龙小弟，我们真的还要再等上10日吗？这10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去把那些私吞的官银官粮全都劫出来，发给老百姓。环妹，大清律例，抢劫官银官粮可是死罪，诛九族的。师叔姑娘，就算是在宫外，但这种混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。哦，主子，环妹从小就冲动任性，说话不知轻重，请主子恕罪。今儿个我也冲动任性一回，去把刘德昭他们私吞的官银官粮劫出来。当真？你这个皇上带头抢劫官府啊？对，但是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，不劫则已，一劫必中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大哥最在行，我大哥一劫绝对成功。环妹，其实一欢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们两兄妹以前闯江湖的时候，必定做过很多违法乱纪之事。你都跟主子瞎说什么了？我没说，他自己瞎猜的。李太医，你不必急着否认，也不必埋怨一欢。对于你们过往所犯之事，我今日就金口玉言，赦了你们。多谢主子恩典。微臣以前闯荡江湖之时，的确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，但如今是全心全意跟着主子，没有主子的吩咐，绝不敢任意妄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心中不必再有包袱，只管好好的给我谋划谋划，怎么样顺利的劫出银两，救助百姓。臣遵旨。钦差大人到，圣旨下。皇上密旨到，刘德昭等一干官员接旨。臣刘德昭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卓龙3为钦差大臣，在查办舒总兵遇刺案之时，监督查访山西赈灾之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之官风政绩，如实禀报，不得有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，刘大人，这皇上的密旨可都听到了。这临出宫前啊，皇上再三叮嘱，一定要详查山西的赈灾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的官风政绩。那就有了，各位大人多多配合了。
哎呀，龙大人您就放心，我等自当竭尽全力地配合龙大人。龙大人这一路实在是辛苦了。这舒总兵的府邸的位置这么偏僻，而且呢，设施呢又这么简陋，实在是委屈龙大人了。龙大人是这样啊，如果龙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啊，毕府呢有一个小小的别院，而且环境十分之优雅，出行呢十分之便利。大人可否考虑移驾到小院暂住啊？多谢刘大人的美意。只不过啊，这皇上下旨让下官巡查当地的官风，你我不适合走得太近，只怕别人容易多说闲话，对你我都不利啊。哎呀，龙大人，你看你啊，自京城远道而来，那是翻山越岭啊，太辛苦龙大人了。你看啊，你既然到了这里，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这些地方的同僚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主子，咱们这几天在舒府，天天粗茶淡饭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不如就看看这刘大人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。鸟的，行，那就多谢刘大人了。龙大人，请，请，请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能够来此与我们这帮地方同僚小叙，实乃是我等荣幸之至啊！龙大人啊，咱们就别干看着了啊！这些呢，都是毕府的小厨做的一些家常小菜，不知可否合龙大人的胃口？来，龙大人尝尝，尝一尝。刘大人，哎，你这一桌佳肴，不见寻常的鸡鸭鱼肉，全是些难得的山珍海味。刘大人啊，你这家常小菜可比皇上御膳的规格还要高啊！龙大人说笑了啊，这是夸奖我啊。是这样，有菜不能没酒啊。来，龙大人，尝一尝，这可是啊，来，自西域而来的葡萄酒，冰镇之后口感更佳。来，尝一尝。来，二位你们也随意。外面赤日炎炎，焦土千里，没想到刘大人府上还有这冰镇的葡萄美酒啊！不怕龙大人笑话，本府呢体胖怕热，故而呢在这家中多挖了几口冰窖，每到隆冬之时呢，就会大量的取些冰块，以度炎夏。刘大人会享福。此次山西等省大旱，这皇上啊，在紫禁城里是食不下咽，寝不安枕，麻衣素食1个月之久，还赐龙血抄佛经，这才求得一场甘霖。看来这做天子的，真是不如这做臣子的逍遥自在啊！哎呀，龙大人，此话严重了啊！来，哎，吃菜，来吃菜啊！大人请。刘大人，不必忙活了。你这一盘盘的佳肴，在本钦差的眼中，就是民脂民膏；一杯杯美酒，就是黎民血泪。恕本钦差难以下咽。龙大人果然是忧国忧民呐！
让我等十分惭愧啊！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，我等洗耳恭听。刘大人，咱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。你我已算是心照不宣，我只要求刘大人做好3件事情。不知哪3件？第一，放了王13等人，还有那日你在你小舅子园外抓捕的那些灾民，全部无罪释放，并加以赔偿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二，把囤积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，把那些借机哄抬粮价、大发国难财的奸商全部都抓起来，严惩不贷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三，交出赈灾银两的账目，并打开银库，让本钦差一一核查清楚，若有短缺，你等自行想办法补上，然后再跟本钦差一起，把这些银两发放给灾民。二位没觉得这个天儿格外的闷热吗？是啊，热得很。好啊，我这就调集人马，即刻就办。刘大人啊，你可不要敷衍本钦差啊！你们应该都清楚，眼下能否办好这3件事情，不仅关系到数十万灾民的生死，更关系到你等一干地方官员的前途和性命。本府明白。行，那本钦差就告辞了。宋大人，不必了。诸位大人，留在这儿，继续享用这些美酒佳肴吧，别浪费了。都是因为那夜我下手太重，要不我先用内力替你疗伤。多谢前辈，不必了。刘德昭一直怀疑他身边有了奸细，只是还没有怀疑到我身上，所以我不能耽搁太久。是不是刘德昭他们又有新举动了？今天钦差大人直接来了富雅，还亮出了皇上的密旨，把刘德昭他们吓了个半死。钦差大人走后，刘德昭便召集了他那几个心腹的官员和富商，一起商量对策。小官啊，你们几个脸上那个字儿还没洗干净啊？甭提了，也不知道那个姓艾的在墨汁里放了什么东西，我们搓了几天搓不下去。是啊，混蛋！等我抓到了他，我非扒了他的皮。哼，坐着聊啊！都是我这些手下太饭桶了，到现在连那个姓艾的足迹都没有找到。卑职无能。行，姓艾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我们现下当务之急就是全力以赴的要对付这个钦差龙三。姐夫，你真要听那个姓龙的呀，把我们哥几个全抓起来？要真把哥几个抓起来，是去走走过场也都罢了，就怕这个龙大人啊，是存着杀鸡儆猴的心思，
不肯见好就收就完了。对呀，是。还有那个赈灾的银子，你说咱们现在都吞到肚子里，消化了大半了，这怎么吐得出来呀？哎，吐不出来那也得吐啊，能吐多少是多少，不够的大家伙凑一凑。还有啊，这个龙大人一脸油盐不进的样子，看来是要跟咱们动真格的了。哼，这个龙三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我派去京城的探子，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回话。我还真就不信了。这世上有不偷腥的猫吗？甭管怎么样，咱们先备下重重的厚礼，探探他的底儿啊！哎，对，没准他眼下的假正经，就是为了将来狠捞一笔。哎，还有，我看那个龙大人年纪轻轻，血气方刚，正是干柴烈火的年龄。你们府中谁还有没开包的绝色美人？哈，也别藏着掖着了，赶紧贡献出来。等把这厮弄上了咱们的船，先渡过了眼下的难关再说。啊？有吗？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你有吗？没有。我有。我府上啊，还真有这么一位美人，不但人长得美，性子温婉，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哎，姐夫，我原本可是要孝敬你的呀。你小子，哎呀，任这美人如何的貌美天仙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。也罢，让这个美人去试一试龙三。哎，秋贵啊，记好了啊，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女子的身份，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。你放心吧，姐夫，她呀是一个孤女，我发现的时候都快饿死了，是我收留了她。锦衣玉食养着她，现在对我是感恩戴德，让她陪陪钦差大人，不为过吧？哎，不为过。万姑娘，等一下见了钦差大人，你可要好生服侍啊。是，裘老板。要是没有裘老板，小女子早就饿得没命了。小女子一定知恩图报。好啊，走吧。孟哥哥，你在哪里？等会儿听到我的琵琶声，你可一定要来救我呀！这礼呢，我已经收下了。刘大人要是有什么话，不妨开门见山的说吧。这龙大人果然是个爽快之人呐。好，那我就说，我知道，龙大人呢，今天看我在堂上审这个案子，不是十分的满意，我心里知道。可是龙大人啊，你是误会本府了。我什么地方误会了刘大人了？这些个大劫官府库银库粮的，乃是这牛角寨上前明的余孽。可惜呀，这个牛角寨是易守难攻啊，所以本府呢就抓了3个替罪之羊，在堂上呢对他们是有些枉法裁判了。这不是也是为了那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诱他们下山吗？好一招引蛇出洞啊！哎，但是刘大人，你这无凭无据，怎能断定这打劫银粮的就是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？龙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打劫官府库银库粮的有20多个人，这20多个人，他们个个是武功高强，训练有素，非一般的盗匪可比啊！想来，在本府的辖区之内，也就是这些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有此实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刘大人，单是为了剿匪，就冤枉3个无辜百姓，还滥施酷刑，这也有违大清律例吧？龙大人啊，
本府这不是也是剿匪心切吗？使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跟策略。我知道啊，龙大人呢，你有些疑义，可是我不是也按照龙大人的吩咐把这3个百姓给放了吗？啊，还有前些日子在裘贵的庄园抓了几个闹事的灾民，不是也一律都给放了吗？不瞒你说呀，本府还赔了不少的银两。哈哈哈，龙大人啊，这样说来，您所交派本府的第1件事，算是办妥了吧？那另外2件呢？这第2件嘛，粮食可以放，但是不能发放过多。多少呢？咱们就意思意思，能够让龙大人回去交差就可以了。至于那几个粮商嘛，他们一个个的跟本地的官员那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。龙大人啊，我看最好还是不要抓了。那赈灾银两，不瞒龙大人说呀，山西这些年那是天灾不断呐，府库的银子早已经是入不敷出了。这朝廷下拨的银子啊，根本就是不够啊。有一点银子呢，也就填了往年的亏空了啊。就比如说吧，如果说按照朝廷的规定，每一个灾民发2两银子，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我的龙大人，银子根本不够使。所以我说呀，龙大人，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您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咱们每个灾民给1两银子，每隔30里打一口深井，这样你我咱们都好交差了。朱哥哥，你说这刘德昭单独把龙小弟招进去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利诱啊！这些蠢货，如果知道他们正在收买的钦差大人就是当今皇上，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。嘘，那太好了，咱们可以用他们贿赂龙小弟的钱买粮食，然后分给灾民啊。糟了，倾城，他怎么来了？她不是薛姐姐，她是舒婉欣。依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几天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有劳依姑娘挂心了。你们不是那个外地客商的仆从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我们就是钦差大人的随从。啊？哎呦，那小的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前面的事儿，多有得罪啊！二位多担待。这位姑娘，在淮阳村的事儿，那是个误会啊，真的是误会。这位姑娘就是你们在淮阳村抢走的那位吧？哪能啊！万苏姑娘，那我一直是礼敬有加，半丁点我也不敢亏待呀。你要不信，你问她自己。哦，裘老板对我一直很好。那晚确实是一个误会。原来你叫万苏啊？万苏，舒婉欣。原来你是把名字倒过来说了。果然聪明。那万姑娘，你现在是？我现在，裘老板让我。是这么回事。巡抚大人呢，在里面呢。万姑娘弹得一手好琵琶，我就让她进府给巡抚大人弹几首小曲儿。二位，咱们回见啊。万姑娘，请。朱哥哥怎么办呀？这个裘贵肯定想把舒婉欣献给刘德昭。有这个可能。
那咱们赶紧想办法把舒婉欣救出来吧。现在不能轻举妄动，否则惊动了康熙，让他发现了舒婉欣，就会坏了大事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去找孟祥和，让孟祥和把舒婉欣救出来，最好能马上带她私奔，这样雪姐姐也安全了。不行，距离10年之期还有20天。这个孟祥和很迂腐，他一定不肯提前毁约，一定会坚持到期满之日才带着舒婉欣离开。那怎么办啊？不过，龙大人可否给一句话呀？刘大人，哎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够得上杀头灭族的了。若你能及时悔改，方能有一线生机；若你还想着欺君罔上，那可真是无药可救了。龙大人的意思是不肯通融了。那些粮商可以暂且不动，但是粮食必须全部发放给灾民，亏欠的赈灾银两必须尽快补齐。每隔10里地打一口深井，是抗旱最有效的措施，千万不可敷衍。刘大人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慢！什么？他们让舒婉欣去色诱钦差大人？不行，我得劝主子赶紧回府，不能让他跟舒婉欣见到。且慢，易姑娘不可冲动。刘德昭早有两手准备，如果钦差大人不上钩，他便会马上翻脸杀了钦差，然后再嫁祸给牛角寨上的那些人。我们刚刚悄悄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府中已经埋伏了上百名好手，而府外还埋伏了几百甲兵。那怎么办啊？为今之计，既不能让钦差大人见到舒婉欣，也不能让那个刘德昭翻脸，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本府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呢，我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礼物要进献给龙大人。什么特殊的礼物？这个礼物啊，十分特殊，在我另外一个小院之中，叫逍遥阁。来人呐！老爷，带龙大人去逍遥阁。嘿嘿，哎，大人请。哎，龙大人，哼，还是没有别的意思。给大人拿着。是。龙大人，这个龙大人也太不讲规矩了，收了咱们那么多好处，还这么咄咄逼人。秋桂啊，看来下面就要指望你送的这个美人儿收服这个龙大人了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弟弟这次挑的美人呐，可是绝色美人，就等着龙大人上钩了。只要咱们抓住了他的把柄，看他装什么假正经。可是就是怕他不咬钩啊！怕！那就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来，易欢呢？啊，易欢晚上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，我让他回舒府了。你先去前面等我。是。主子，主子千万沉住气，否则今晚我们都不能全身而退了。
万姑娘，钦差大人随后就到，你可要小心伺候啊。放心吧，裘老板。如今小女子已经没有了依靠，也想着能讨钦差大人欢心，谋个出路。万姑娘色艺双绝，我相信钦差大人一定会对你动心的。你先准备一下。大人，到了。龙大人，这就是逍遥阁了。这逍遥阁建的还真是别致。这琵琶弹得更是动人，本官还从没听过这么美妙的曲子。这逍遥阁内的布置啊，更是别致。曾经有一位京城来的姓张的大人，他一连在阁内住了1个月，都不想出来了呢。这么说，这个逍遥阁是一个能让人乐不思蜀的温柔乡啊。我家大人为龙大人准备的礼物就在阁中，还请龙大人独自一人进屋领取。哎，护卫大人，你还是先去耳房待着吧。这不到天亮啊，估计龙大人是不可能出来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家大人给龙大人的礼物，您先收好了。护卫大人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你是说这龙大人就是那一伙神秘的客商？没错。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此人气宇不凡呢。杨参将跟他发生冲突，我还帮忙拦着来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杨八总是被这龙大人一伙所杀了，应该是错不了。其他人没这么大本事，更没这么大胆子。淮阳村那10余个不肯搬迁的刁民，也是被他们藏起来了。老爷，我看这个龙大人不怀好意呀。如果说我们连这美人计都失效的话，那看来我们只有是铤而走险了。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呢。老大，你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呀？我是你老大，当然不能让你住美人计了。祥和，本来你就有伤在身，还未痊愈，本不想辛苦你。可是我看这龙三的护卫个个都是一把好手，一般的兵士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大人放心，卑职的伤不碍事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一会儿呢，见势不妙，咱们立刻动手。祥和呀，你不要管别的，你就负责缠住那个李护卫。卑职遵命。老爷，龙大人已经进了逍遥阁了。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吗？没有，只听到不断有琵琶声传出，想是龙大人还在听曲子。是。你就放心吧。今天在逍遥阁，我可是用上那催情香了。那东西是青楼专治那些不听话厨的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老大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打扮成这个样子。平时吧，就知道你刁钻古怪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温柔妩媚的一面。嘘，小点声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哎，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会弹琵琶了？我一直都会啊，我不光会弹琵琶，我还会弹琴呢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会，可是你不说你什么都学而不精吗？你这琵琶弹的可比宫里的乐伎要好多了。我那是谦虚啊。那再给我弹一曲呗。再弹一曲啊？好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弦断了，弹不了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老大，那刘德昭给我准备的美人呢？别找了，被我迷晕了，藏起来了。藏哪儿去了？哎，刘德昭准备的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你让我瞅瞅呗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见到她。为什么呀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？我知道，你平时就是个色狼，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乱了分寸。你要是被色了，那你一世英名就被毁了。我怎么平时就是个色狼啊？我要真是色狼的话，早就把你给吃了。既然你都叫我色狼了，要不然我就把色狼这个名声给坐实了吧。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咸猪手，不，咸龙爪，离我远点。什么？强效催情香？没错，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你干嘛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呀？
我可警告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就只是聊聊天、吹吹牛，一直到早上，你就一脸满足的出去，然后我这边呢，再悄悄把美人弄醒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知道吗？一脸满足的出去，这聊聊天、吹吹牛，还怎么一脸满足啊？这我可演不出来。老大，你身上好香啊！那些池子里的花，应该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老大，你看这浴池这么华美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一起共浴吧？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老大，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可以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共个浴又怎么了？龙小弟，你干什么呀？外面都是人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看到咱俩就完了。刘府里的人都已经避开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不行，不行，外面全都埋伏着兵甲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俩小命可就都玩完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龙小弟，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一环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。春秋两岸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受我乾坤。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甄夫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不过，裘贵好像说了一嘴，要破此香，最有效的方式是痛。痛，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，用重手法电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。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。
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义还名节之事。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受我乾坤。卑职听到阁中不断传来调笑之声，还有追逐嬉戏声，后来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声，还有女子呼痛的娇呼之声。看来龙大人兴致很高。开在眉间，弹千秋。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别再说话了，我们觉得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刘德昭在这香炉里放了催情香，你们刚才都中招了。催情香？难怪我刚才只觉得意识模糊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一时之间寻不到解药，只能用重手法点了你们几处痛穴，刺激你们清醒过来。还请主子恕罪。这次多亏了你及时赶到，不然以后将来只怕会恨我一辈子。环妹，你刚才也中了催情香，才会乱了神智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可是有夫之妇，千万不要做出玷污我们李家门楣之事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更不要害主子落下一个夺人之妻的恶名，有损他的威严。不过，刘德昭安排了人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。刚才你们那一番闹腾，反倒会让他们放心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，我也得赶紧离开了，免得被他们发现，坏了大事。原来易欢妹妹和我一样，早已许配了人家，心中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了。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像我的老大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若是不说话的话，岂不更尴尬？其实，就算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没事。大不了你先退婚，然后再嫁给我。呸呸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老大，龙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，只能吐出龙涎。我说的都是认真的，你不妨再考虑考虑。你要再胡说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那咱们说点正经的。李建清真的是你哥哥吗？他当然是我哥哥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亲哥哥。亲哥哥，如假包换。可是他刚才看见我们在水里的样，他的神情反应很不对劲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曾想对我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。他是因为他以为这屋里还有刘德昭的人，他拔剑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东西在看着我，像针尖一样锐利。虽只是一闪而过，可我的心却不寒而栗。原来龙小弟，你也有这么胆小的时候啊？可能吧。如果不是你说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未婚夫。你看你，越说越离谱了。他和我未婚夫从小一起长大，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在成亲之前出什么意外。你想想那些公主格格们，如果早已许配了人家，有别的男子
打他们的主意，那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哎呀，龙大人，真是春风满面呀！哎，对于下官送的礼物，可还满意呀？挺好，有劳六大人了。那就好。哎，龙大人，那就随本府到我书房，咱们把那个事情再重新的……不用在意了，就按照你说的安排吧。多谢龙大人。不过，这本钦差啊，毕竟是来视察官风的。眼下灾民闹事不断，又有这牛角寨的乱党在远处盯着，这本钦差啊，也不宜常来你府上见万姑娘，不是？是。所以啊，要不然你把这万姑娘安排到府外的一个地方住着，等本钦差回来京城以后，你再悄悄地把人送到京城，到时候我再纳她为妾，那不就免人口舌了吗？明白，本官明白。龙大人放心，我一定把此事给你办的是妥妥帖帖啊！此事简单，大人，我先在城东置办一所宅院，然后把万姑娘安置在那里。大人只要有空，就可以悄悄去会万姑娘。等到大人回京之后，我亲自护送万姑娘进京，如此一来，可保万无一失。刘大人，这裘老板做事极为妥帖啊！啊，我平时调教的好。主子，咱们先回书府吧。那先行告辞了。宋龙大人。哎，贵儿啊，看到了吗？原来此人的弱点是好色呀。亏了你那儿有一个美人万苏，否则这一关真的难过呀。事不宜迟，我先给他置办宅院，再送几个丫鬟给他。这件事儿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哎，然后让孟祥和把万苏姑娘赶紧送过去。不瞒你说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万苏姑娘如此厉害，就一晚上就把这个龙三这个假正经让他现了原形了。什么人胆敢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？识相的就把钱留下，啊，还有马，马也得留下。义父，他们多半是附近牛角山寨的山匪。各位好汉，我们这随身携带的钱财物品可以留下来作为买路钱，不过因为我有要事在身，需要马匹赶路，可不可以把马留给我？还请高抬贵手。哼，讨价还价，好啊！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马留下，老子让你们命都留下！哎，各位兄弟，有话好说吗？既然这样，那马就留给大家，钱财马匹都留给你们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哼！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好了只要钱财吗？哪三，给我出！撤！
拦住他们！姨父，你腿受伤了，没事，快走！撤！将军，跑2个，怎么办？赶快发出讯号，让前面的人拦住他们。走！姨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。